这是地上的铁轨工。所谓铁轨的就是令人自己的价值和内环的运动，风景和的地大地。好，各位摄学生现在是在地上鼓掌，地上功夫。好，来宾掌声鼓励。好，下面欢迎我们的陈学荣先生上场，为大家带来技术性的表演。这是我们场的年龄是13岁，马上表演的陈师傅今年66岁了。但是我是刚刚在一个那个地院来经常举办的。若是发挥自己的技法，就无与伦比呀。这如文天相声所说，偶尔做事很深，绝不光热技巧七都完善。别人抓点不点，但是多点不了我的判好，我们为这位老先生加油加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下面欢迎陈建生先生。阿婆往走的刚猛、兴奋、散、光、滚、快、笨、断、掉、撞、人的独特的风格。还有什么身体黄豆我们的经验，而且这个独步有力的招式，有上中下不会放松的创造的难度，这多年的美和好，那下面看看大家，他现在正在模仿手的动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欢迎黄天宇先生为大家带来艺术界表演。
好，谢谢大家刚才欣赏了我们个人的沙笔表演。那这么多沙笔表演，大家都很奇怪，咱们的技术层，它到底怎么用啊？能还手吗？能打开对方吗？下面咱们就欢迎他们为他带来精彩的地下古坟大舞。欢迎传有生先生、林斌先生、陈建成、郑学明、郑寿佳先生上场，为他带来技术的中华演练。好，来点掌声！好像这次要拼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！他们打得太快了，大家眼花缭乱，还没看清楚。来，两个枪啊！好，谢谢。技术者啊，好像是我们陈立主先生的时候，之前啊都是歌曲们来教的，三八六是一位学者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台湾，我们认为啊，都是属于中国啊，由于中国那就属于世界。我们现在再把精彩的技术层再展现给大家，欢迎郑旭峰，为向导文带来精彩的技术层，欢迎。都来到这里。目前大属于航商在外，技术层的10大爽商机，世界级的格斗术，巴西的格雷奇柔术有1技术质量。大技术层还有纪念的技术中也是法体，他的领域的技术或方法更灵活多变，在10大中技术中更有它的价值。大家从我们技术的训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高多奖，多奖呢，奖多数，厉害，放好厉害啊！